更加台湾人饮食习惯原来已经西洋化了哟，对米食的需求量减少诶，当然路冲击到国内的稻米市场。照农委会的统计，台湾人当年白米供给量对民国69年嘅100公斤，跌到民国99年能存到46公斤咯。就算也多年来，农委会已推出米制品，也盼提升米食不浪费，不过效果还是有限。某啲万里镇农会认为，盼一个提升嘅米食发通，将上个到观光客无嘛减工，鼓励大家多吃饭，还有个三忙地位。各种各样的米股份作为台面，加嘅各种强材去做，当空间当好食，也系农委会研发嘅米股份技术，希望天天内来推面粉的使用量，讲大对进口小麦嘅意思。你无食饭吼？农委会还抢来省总统好的马岛来打广告，希望大家多吃一盒饭。这项小项，民国93年起始，农委会还鼓励农民在米包装上加调味创意、滚装、三果饭团、发布包，各种包装形式都用到位，希望向消费者注意。大概有上百样的一个迷你盒的样式可以供消费者选择，而且它是可以做一个客制化购买者的需求，然后再去做选择去搭配，也可以搭配清酒的，也可以搭配蜂蜜的，还可以搭配龙眼干的之类的，让变成一个客制的一个产品。唔单止农委会有推出多色小班的广告，苗栗县万里镇农会呢，为了配合农委会的推广政策，每贴片推出了相关米嘅包装的产品，而实际来到家条嘅工厂，就看得到家条制作米包装的过程。经过机器散制过后，将看到一类一类动浆，韩国鼓励大家多吃以后饭的米包装就按内完成了。伴手礼这部分，因为你要设计的那个符合消费者的喜好哈。这小型的话，你没有刚才讲没有行销点的话，那推广就比较不容易，还是要靠员工、靠消费者的口碑，慢慢去推广。按农委会那边的广告可能要再加强一点。桃园县。大元乡。中央地方农政单位上忙推广米食，和天气期盼冲起台湾米博览会，是台经典好米也着大型推广发通。不过照农委会的统计，民国69年2001年的米供应量大约100公斤，剩下来3亿来营造。就算民国90年过后，贴补又卡慢到位，不过到为民国99年2001年的米供应量才存到46.100公斤，看得出推广的效果还是有限。你一直在都会去办展览是没有错的，消费者都在那边，可是你那边都是外食的比较多，像这些比较精致一点的米，你可能就要再另外想办法去推广。在米食推广部分有好几个这个管道在推广，像我们各区农业改良场里面，它有一个家政班，家政班里面也都是在推广米食。事实上，肉食在这个乡村社区的部分，大概从这个家政班里面这个管道可以去做个普及。面对国内米消费量很大，农委会没打拍讲，米包装、米股份技术也要推广政策，也下可是无嘛个替代的成效。不过作为技术推广米食，希望在民国103年2001年的米供应量，就得对亚下的46公斤增加到52公斤。透过各种行销手法，大家就了解食饭的重要，天天的请转国人食米的习惯。客家新闻林炳佑、冯子涵综合报道。